方讲，你慰问，请问你爱听哪种房型？请问你要订哪种房型？我用办来回应呢？做嚟讲，我爱听单人房一间，我要订单人房一间。同好哦，跟男士烟爱用办讲呢？我爱听单人房一间，也是你爱听双人房嘅世界，就做嚟讲，我爱听双人房一间，我要订双人房一间。男士烟爱用办讲呢？我爱听双人房一间。上次啊 ，anyway 家庭穷下出去了，竟然就会听四人房了。做嚟讲，我爱听四人房一间，我要订4人房一间。男士烟爱用办讲呢？我爱听4人房一间。唔知大家有好唔忙啊？係講啊，以後到旅館辦理手續嘅時節，了到嘅幾夜幾時就做得來用客家話試看嚟哦。唔過啊，對一開始我帶入旅館就有愛用嘅問題，唔知入到間房地位度以後啊，還會發生哪條事情呢？佢哋下啊，你就夾夾來看，佢哋到底發生哪條嘅狀況了？